前高級警司林占士話：整個營救行動幾乎完全做錯。首先，槍手得一個，但警方冇利用談判專家拖延時間，乘機進攻。揾槍手嘅細佬幫手談判，激發槍手開第一槍，亦可能係致命錯誤。揾個外人嚟，呢個外人嘅情緒啊、嘅行為啊、講嘅嘢，我哋能唔能夠控制呢？唔能夠。即係佢會唔會因為佢嘅出現而刺激到呢個挾持人質者呢？亦都係另外一個因素。片段所見，槍手將本港領隊鎖喺車頭。林占士話：咁係反映槍手心態轉變，但菲律賓警方並冇留意到之後嘅進攻模式有唔專業，冇考慮過從唔同嘅門口同時攻入。埋到去呢架車嗰度，即係用一啲好古老或者唔應該用呢個字眼，好滑稽嘅動作嚟到企圖即係爆開呢個車門，即係揼開呢個車門，用鐵錘，即係佢哋冇爆破工具嘅咩？30秒之內，你如果入唔到去咧，個黃金時間已經過咗㗎，係30秒，唔係30分鐘。用咗成個鐘先完成行動，林占士話完全無法接受。玩 war game 嗰啲嘅朋友，可能即係個部署會好過佢哋。我覺得即係直情有機會個部署係好過佢哋。即係我從睇片睇佢嗰啲警察，即係嗰個態度，即係佢哋喺架車邊嗰個大家即係互相支持嘅表示，同埋即係佢哋個行動嘅緩慢咧，我就覺得好似我頭先都講過，佢哋將人質嘅安危擺響第2或者第3位，係根本上即係如果評價俾我嘅咧，就我話佢哋今次係警察嘅羞恥嚟。Now 寬頻電視記者梁卓琪報導。